由淺草出發，前往奧日光嘅途中，一邊了解當地嘅鐵道歷史，一邊欣賞呢度嘅自然美景。有三大瀑布之一嘅華嚴瀑布，同埋猶如冰封國度嘅中禪寺湖。當然仲有冇得頂嘅住宿體驗，令人喜出望外嘅美食巡禮，最後仲坐咗 SpaceX 嘅超 hit 頭卡返到去淺草，圓滿咗成個特級嘅體驗添。咁跟住落嚟嗰幾日又會去邊度呢？喺新宿過咗晚夜之後，第二朝7點未夠就起身出發，行到去新宿站，準備坐富士回遊，踏足富士吉田，展開我嘅富士見之旅。富士回遊係全席指定嘅特急，可以經 Ekineto 精算機或者綠色窗口預訂嘅。位置嚟講呢，兩邊都睇到富士山嘅。喺度呢，就寫低咗啲重點俾大家參考下。而今次嘅富士見之旅行程呢，大概就係咁樣。我最記得呢，點解我要倒塔咁早呢？坐7點鐘嗰班車，而家9點半熬到過嚟呢度，係因為我驚遲多班車，晏晝開始超級多人呢，咁變咗你去下吉田影相呢，就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影出嚟呢，就你難執咯，同埋好難攞到個靚嘅構圖咯。就係咁樣，我哋由富士山站行到嚟呢個金鳥居，開始我哋嘅行程啦。喺行去本町通嘅沿途上面，隔一段路就翻轉頭望一望，啱 5就影。喺冬天，受西伯利亞嘅高壓影響之下，日本入面比較靠近太平洋嘅地區，空氣會比夏天嚟得乾燥同乾淨，所以會有好高機率見到萬里無雲、輪廓突出嘅富士山嘅。你睇下行到嚟呢度呢個位都開始多人啦，再加埋條街本身窄呢，就睇落去就更加逼嘅。呢個位就咁睇呢，構圖應該靚嘅，但前提就要呢，好似佢哋咁樣企喺路中間咯。我自己都唔夠膽企喺馬路中間度影，我啊諗住睇下喺側邊會唔會揾到啲靚嘅角度影就算啦，最緊要唔好阻到大家。人多又等唔切前面嘅人走啊，索性影埋佢哋啦。啱啱就有一架車大逼嘅期間呢，就嚇走晒啲人。結果呢，我又有個空檔呢，可以影到我想要嘅嘢，又唔阻人啦，咁就都 OK 嘅。嗱，就係咁樣行下影下，就嚟到本町通嘅呢個經典打卡位啦。咁趁住朝早人少少呢，咁我嗱嗱聲換翻支鏡頭，揀翻個有利位置，影翻張經典打卡圖先。越晏呢，開始越多人，根本就唔會有 mood 諗住喺度影相咯。算啦，走啦。咁起得早自然就餓得早，咁所以我就調翻轉頭行幾步路，嚟到呢間鵝巴生食堂度填飽個肚啦。賣相同味道就冇乜特別噶啦，係貪佢大件夾抵食嘅啫。點解？因為跟餐除咗送烏冬之外，埋單嗰陣仲會 random 送多份小食俾你，即係驚死你唔夠飽咁。頭先呢，有個阿伯呢，企咗過嚟喺呢個位啦，跟住呢就影過去富士山嗰邊嘅。呢個構圖佢應該有落過嘅，即刻抄下功課先。朝早就熱咗身，晏晝翻去食咗，咁一路咧就行到嚟新倉山淺間公園，為下一個風景而努力啦。不過 before that 咧，我都要甩低啲保暖內膽先。事關呢，跟住要一氣過擒398級樓梯啊！哇，就算以前行過一次咧，再望多次都真係不禁倒抽嘅口涼氣嘅。既然之後都冇 schedule 任何嘢啦，咁啊將佢當係今日嘅最後衝刺啊！Go！暫時都仲 OK，睇下可以頂到幾耐先。咁嘅車尾燈都望唔到喎，大佬。
去到邊個位？應該係中段位置。有緩步鏡，唔得，呢個弱者先去。到咯，係喺呢度啊！條褲出汗，入咗裏邊。廁所除咗你幾先？唔得，搞唔掂。裏邊個廁所環境好惡劣，攤弄咗個人先。橫掂大把時間，回完氣，依家上埋去個小小嗰度，埋隊，影相。擒咗近400級樓梯嚟到呢度之後，你就會發現成個世界遼闊咗好多嘅。遠離富士吉田嘅街道同建築物，令到藍天底下嘅富士山更加突出，攞嚟做 postcard，一流。对不起，我挡到你。沒有，自拍而已啊。沒事。呢個 uncle 有禮貌得嚟都真係幾 QQ 下嘅。嗱，對我嚟講呢，啲人與人之間嘅互動，其實都係旅行帶俾你嘅一種快樂嚟嘅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平時返工呢，就覺得呢句嘢喺度老點緊嘅，但係擺嚟呢度用呢，我駁佢唔到喎。黃之煥呢，你究竟嗰陣係用咩心情去寫呢句嘢出嚟嘅？嗱 ，anyway 啦，靚相影咗，靚景亦都睇埋，咁就一於慢慢行返落去下面補水，回個氣，然後就嗱臨坐車去到山中湖嘅旅館 check in 啦。今次 book 嘅呢間旅館呢，志在買個位瞓嘅啫，空間一眼睇晒得咁大噶啦，一個人住呢都 OK 嘅，電視、冷氣、浴廁、雪櫃插咗樣樣齊，而且仲好企理添。最緊要嘅係呢度距離平野之濱就只係10分鐘路程嘅啫，好似我咁樣 check in 之後就可以隨時出嚟睇日落，連追巴士嘅力都慳翻啊！所以呢，我都真係幾滿意自己呢一個 planning 嘅啫。日落過後越嚟越凍，我都係嗱揾間居酒屋食個飯先。一般咧喺啲山卡地方嘅餐廳咧，見到啲日文 menu 唔 check 清楚就好易會瀨嘢嘅。好彩而家科技發達，上到網嘅就影張相俾 AI 叫佢幫手翻譯，咁就可以肯定揀啱嘢食好西啦。好似呢個地頭雞炭火燒咁樣，出名到上過電視，食落口爽口多汁，而且充滿炭香，哇！野味到不得了啊！一份熱辣辣嘅烤雞，配一份透心涼嘅凍豆腐，再飲翻啖酒，哇！簡直就係人生嘅大樂事啊！咁食到咁上下就發現牆上面貼咗咁嘅嘢喎，咁我啊嗌翻味嚟過下癮啦。咁食完就覺得同普通河餅冇乜分別啦，只不過係將佢搓完撳邊度，你似富士山咁咯。食飽坐暖之後，就翻到去旅館度浸翻個風裏，舒緩翻行咗成日嘅疲勞。最後當然就唔少得宵夜時間啦。好啦，就係咁樣。Good night。嚟到第二日嘅凌晨5點鐘，喺出旅館門口之前呢，就發現張咁嘅單張，記錄咗山中湖喺指定嘅良辰吉時入面能夠睇到 Diamond Fuji 嘅地方。但不過今次咧就冇 plan 去睇 Diamond Fuji 嘅，咁所以就你啲資訊很有用，咁當得個知字之後，咪將佢留翻下次先嚟睇啦。咁至於而家要做咩啊？唔難估啊，咪就係去平野之濱度睇日出影靚相咯。山中湖四面環山，夜晚喺山坡上面冷卻嘅空氣咧，會喺地勢比較平坦嘅地方沉積嘅，咁所以咧清晨時分嘅湖邊咧係會凍到結冰噶，咁大家要留意啦。全世界倒塌咁早起身，為嘅就係去睇呢一個逆富士同埋赤富士。就喺我影緊相嘅時候，
有隻鴨仔過嚟搞局，諗住想游過嚟，但係湖邊結冰，係咪想過嚟拗撈？始終都係嗰句，冇乜雲啊嘛，喺呢度上邊冇乜雲咧，咁你唔會遮到個富士山，佢唔怕醜，即係望落去嗰個第一下嘅感覺，哇！真係應該去到我入棺材嗰日都記得我做過一件咁嘅事，零下2度，6點幾倒塌咁早咁樣出到嚟，就係為咗去影個富士山。睇完日出，翻返旅館瞌一陣間之後，我都跟手 check out 翻返去河口湖先啦。嗱，喺繼續我哋嘅行程之前呢，要同大家講聲先，喺前面嘅部分有出現錯誤嘅描述嘅，我哋 rewind 翻去望一望翻先。為嘅就係去睇呢一個逆富士同埋赤富士。嗱，就係呢度啦。咁究竟坐喺邊度呢？咁啊，轉頭再睇啊！而家我哋嚟到河口湖站前面望咗車先。呢架冇1號係一架近100歲嘅老爺車，由富士急行嘅前身富士山麓電鐵喺1929年製造嘅。呢架作為行走急歐配路線嘅列車，特別係配備咗電氣剎車同剎剎裝置，去確保列車喺上落斜坡嘅時候嘅穩定性。喺當時嘅登山列車嚟講，都已經算係非常之先進㗎啦。下都係覺得有啲重，揾個地方擠低咗背囊先。個背脊即刻輕鬆。喺河口湖嘅最後4個鐘，我決定將佢留翻俾之前錯過咗嘅地方。坐纜車嚟到海拔1075米高嘅天上山公園，為嘅就係填補翻舊年紅葉季因為行程太趕而留低嘅遺憾。喺個咁 perfect 嘅天氣之下，望住呢個毫無遮擋嘅大山，其實都唔太使諗要做啲乜嘢啊！簡單影2張相，買個士多啤梨雪糕，靜靜地企喺度吹下風，嗰種純粹嘅滿足感，已經係對自己最好嘅 planning 嚟㗎啦。沿住呢邊啫，慢慢上去呢，咁就係好多人話可以打卡當千秋嗰個位啦。好似玩得幾開心啊！佢哋嗰邊有個鏡頭，可以俾你玩自拍，玩下咯。大家仲記唔記得頭先賣過嘅關子呢？個答案就喺呢度揾到㗎啦。原來我影嗰個就唔係叫做赤富士嚟嘅喎，赤富士同紅富士嘅分別咧，呢度有講嘅。咁簡單講嘅就係喺冇雪嘅季節底下呢，如果係俾呢一個日出或者係夕陽照射之下而被染成紅色呢，咁就叫赤富士。如果有積雪嘅時候呢，咁就會叫做紅富士。每次見到呢啲牌呢，都會有咧忍唔住過去望嘅嗰個衝動。咁順便咧就會睇下佢裏邊講啲乜嘢啦。睇完之後呢，就會覺得又學到嘢啦，嗰種嘅感覺啦。呢個亦都係對我嚟講，亦都係旅行其中一個幾特別嘅意義嚟。就係咁樣，1個鐘頭好快就揈咗去。落翻山下邊嘅時候呢，都覺得都冇咩特別嘢要做啦。咁所以翻到去河口湖站之後，都將手上嘅車飛改組咗一班車翻到新宿，留翻多啲時間去體驗下市區嘅夜生活啦。今次嘅旅程咧，又上山又下鄉，所以咧2次翻到新宿，2次都專登揾啲有睇頭嘅餐廳獎勵下自己嘅。講下呢間先啦。本身喺 book 嘅時候咧，就淨係睇中佢喺 Tabelog 嘅3.6分，但係咧就睇漏咗啲好緊要嘅嘢。係
小弟唔太中意食羊肉嘅，事關嗰咁騷味，如果口入邊爆起上嚟呢，真係會連隔夜飯都嘔埋出嚟啊！不過唔嚟都嚟咗啦，今日嗌大杯啲啤酒，等我一路食嘅時候有陣重味嘅嘢冚咗陣羊肉味啦。嗱，咬落去啦，係入酥啊！嗱，其實我事後先知咧，呢隻字係關鍵所在嚟㗎。簡單啲講，呢一個冷藏保鮮嘅方式，避免咗羊肉細胞因為水分結冰膨脹而受到破壞，鎖住咗羊肉裏邊嘅鐵質，隔絕咗脂肪嘅氧化，大大減輕咗羊肉嘅騷味。所以一燒出嚟嘅羊肉呢，食起上嚟基本上同牛肉嘅質感又冇乜分別嘅。事關太好食啦，咁食完成個 set 之後呢，我仲追多咗份羊肉，一塊紫菜就夾住一塊肉，跟住就懟入口，哇！簡直就係新世代嘅味蕾炸彈啊！嗱，2日前喺麗木翻到去東京咧，正當我想揾啲熱辣辣嘅嘢食嘅時候，我就喺新宿度咧揾到一間500日任食關東煮嘅居酒屋啊！大佬，一份前菜嘅價錢，居然可以食關東煮食到反艇啊！而且其他 side menu 都唔失禮添，咁所以咧我都喺度食咗3碗關東煮，飲咗2杯酒，哇！簡直就係大滿足啊！食完燒肉之後就再買一件新羽絨，跟住就去初嘗一個特別嘅體驗，就係唱 K 啦。嗱，開房之前咧同嚟居酒屋差唔多噶啦，要嗌一杯嘢飲先嘅。除咗嘢飲之外，仲可以嗌嘢食，同香港一模一樣。至於有唱 K 嘅諗頭，係因為喺 Flash 度見到有人玩鐵道卡拉 OK 啊！喂，點估到日本人無聊到咁都有個 market 打到出嚟嘅啫？於是我咪戚起條筋，趁住最後一晚 book 翻1個鐘頭嚟玩下佢咯。你以為呢句係最難啊？我覺得後面呢句先至係魔王級啊！電車のホームが空いているこの時がありますので、立ち戻りご注意ください。好玩！即係暫時咁樣玩落咧，就係、你識睇假名咧，跟住咧你要砌料撈機嗰度有一啲時間啦。去到咧英文，你以為放鬆咗你識讀啦，點知仆街，跟住咧見咧你轉線嗰啲咧，其實佢嗰啲線名咧都係用翻日文拼音嘅時候咧，跟住咧見到嗰堆英文字，心諗乜嘢啊咁樣，跟住就會輕咗陣間機咯。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嘅喎。好啦，正經揀歌先。嚟講嗌歌嗌得都幾犀利喎。哇！即刻有。啱啱咧揾咧原曲個 MV 嘅時候咧，發現咧冇歌詞，唔得，搞唔掂，我唔識唱。自分のために表現をして成り上がるのが人生さ。それうるさつあがう相手にはやれない前にやるのちになろう。大連でこの場所で戦う者たちへ愛を込めて。歌喉麻麻兼夾日文都水皮之下，仲要走嚟污染大家嘅聽覺，大家真係要見諒一下。喺一路剪嘅時候，一路望住自己自嗨嘅樣，真係會怕醜嘅。但係我依然都想將呢樣嘢呈現俾大家睇呢，
係因為我呢一刻真係玩得好開心。喺呢幾日入面，唱 K、追景、影相、食好西，用自己嘅步伐描繪出對一個地方嘅認知，係我每次去旅行最想做嘅事嚟嘅。回望翻呢幾日行過嘅路，我覺得呢方面真係做到1+1啊！所以呢，都好多謝大家睇到最後。好，講翻正題先啦，唱咗個鐘頭 K， 再加杯嘢飲，成為2340 yen， 過下口人嚟講 OK 啦。好啦，旅程嚟到呢度都圓滿結束啦。咁所以呢，我都用翻 NEX Round Trip Pass 回程券 book 咗回程嘅座位，翻到成田機場同5天滑雪團嘅團友會合，一齊再出發。至於滑雪嘅部分，我會另外再開個系列同大家慢慢分享嘅。喺度都再一次多謝大家睇到嚟最後呢一度，多謝大家冇嫌棄我將第3集拖到咁耐先出街。希望以後有更加多嘅時間同靈感，分享更加多旅行同生活上面嘅點滴啦。我哋下條片見。